伫咧高雄的大树有一间庄稼古厝，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咯。最近因为牛条去互大水下食到真严重，加上7月落大雨，这个古厝的土壁规个崩落来，才发现讲起厝的工价是用俗称的金包银。今嘛庄稼古厝的后代，按算要向高雄市政府提出登录历史建筑的申请。 今日旧厝倒平的护林，第一间房间的牛条，互白虾酒甲真严重，厝顶已经崩一地。隔壁间的厝顶甲土甲壁崩甲愈严重，这拢是7月落大雨才造成的。不过因为这道壁外口的土崩落来，才发现这是用刀仔起，也就是金包银的技术起的，甲一般传统的土甲厝真无同。伊伫土甲之间吼，佮有用迄薄装来个做一个间隔，吼间隔除了为外口看起来是较美观吼，佮兼伊会使吸附迄个冷热湿度，调节冷热湿度，佮防震。 庄家旧厝1919年到今已经101岁，这间四合院建筑保存了真完整，四界拢有彩绘大师陈玉峰的作品。庄家后代按算要申请登录历史建筑，看到伊迄个崩坏足无彩，所以要全面的来互伊吼，100年会使继续过来维持落去。 只有就是寻求公部门来甲阮斗相共。内底啊，像有陈玉峰的壁画作品，啊，佮有几啊前年啊，规个保存形式算是拢袂歹的状况。所以讲其实伊是就有机会当申请到做成高雄的历史建筑。全世界讲，目前大部分亲戚拢同意，希望文化局斗相共。文字中心表示会依法审议，协助庄家人赶紧修复古厝。记者邓家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